就喺中場嗰個截擊咧，跟住打啲就飛去韓國就支持呢個直播㗎啦。咁啊當時就0-0打和咗。個盧比度都啱咧，就第3度力都係連續3年當選咧就本地球壇最佳教練啊！再一次恭喜晒就盧比杜教練先。好啦，上場就終於啱啱開始咗，但係今日就 keep 住啦，係咪先？不過今日嚟講就似乎啊呢一隊嘅尼泊爾咧都係開賽咧都係比較係穩陣啲啊，咁啊稍為褪後少少係有所增加，功力上係有所增強度嘅。佢啊呢個波就韋斯活嘅大軍名單嗰度嘅。好啦，再撩翻上嚟之後嚟自一隻周元德嘅，中間再撩，今次嚟自咧就阿斌仔啊，作斌快步再攤翻上嚟，米高心口照翻，始終右邊就冇咗靈魂人物啦，呢個阿華頓啦嚇，係，佢就啱啱過去呢屆啊足球明星選舉嘅最佳港隊球員，咁佢就希望趁住啦，暑假期間可以咧就係養一養佢嘅傷患先啊。好啦，呢邊諗住嚟個前場逼出嚟自一隻孫銘謙㗎嚇，逼唔到唔緊要，落翻去自己嘅崗位先。後場再慢慢嚟過，呢嘅射波方面都睇大家話聲。咁啊，即係以嘉榮個本身嗰個係技術水平啊，同埋嘅狀態都相當之唔錯啊。好啦，原子俾翻上嚟先啦，肥豹球員咧喺後場飆出嚟嘅嗰嘅壓迫嘅速度都相當之快啊，咁啊令到孫銘謙有啲有少少措手不及啊。咁啊突然間將個速度加快咧，就真係可以係改變一下，令到有啲一搶完個波之後咧，就順勢推出嚟嗰下咧。佢個落腳咧有少少已經後慢咗㗎啦，加上又都係比較提得高啊，佢都係幾明顯係想係棘跌啊陳俊一嘅，咁啊所以你見到啊即刻馬上啊祖連奴都衝埋去啊，即係都係餓佢兩嘢先。係，球迷都想俾少少壓力咧，就裁判團隊。係一個好學嘅球員嚟講咧，就真係應該謙虛地即係能夠可以進步得快啲咯。尼泊爾嘅教練咧就馬特羅斯都喺度啦，本身就澳洲人嚟㗎，澳洲籍嘅教練都係新上任嘅啫。轉手為攻嗰下咧，啲球員嗰個跑動嘅方向咧，都會令到 touch 咧仲有好大幅度嘅進步空間，其實啊，佢好後生啫，仲有大把時間練。係，但始終係代表港隊都一段時間啦，咁所以似乎球迷對佢嘅耐性咧就開始越嚟越少啦。咁呢方面球波啊全季。攞咗個季軍啊！響佢嗰區嘅地區聯賽送翻上前先啦，在身邊位置再不過波埋你啊，越位在先啊！出動攻勢嘅球員先啦，都醒啊！呢下呢頭甩完個波，而家仲係等緊第一粒，掟到埋嚟自周元德批到二傳嚟自呢就米高後上再埋，咁啊肥棒有少俾自己都擋住咗喎。不過呢個波就真係輸到埋嚟個波啊折高咗。呢邊又控甩咗先喎，嚟14號咧就安贊比斯達啊，安贊比斯達就係而家現役方面咧尼泊爾負責搞嘅孫銘謙，5個紅衫布遠處，一個周元德擺12碼區，左腳高波外彎斜遠處位置，彭納射到二傳倒掛金鈎唔得啦，掛唔晒嚟自祖連奴啊，即刻就追翻轉頭先就改成哇呢邊特登擋住你啊！法蘭道都知啊嚇，佢知好大機會俾人吹罰，同埋好大機會舐埋牌，但係都要阻止咗你先。咁啊冇牌啊！咁其實而家全球球壇都係同樣嘅情況啊，同嘅代表隊啦、代表團啦、國家隊好啦嚇，都有好多咧就即係有唔同血統嘅朋友喺度。主要合乎代表資格就 OK 啦。余子恒有嚟了啦，單對單兜翻中個大位先，少少假動作，送翻俾顏卓班前執翻埋一錯，祖連奴一個 trip 傳唔得啊，拖唔出唔緊要，祖連奴再攞翻先㗎啦，一隻幫手做個單擋，再扣翻轉頭，佢話唔使下到咁急嘅，回翻後面再重新組織先，鍾樂安再猜翻話呢邊對隻周元德都喺度啊，自打式轉身360，去唔到喎，可惜啊！瀟灑就夠晒瀟灑嘅啦，保持2分鐘嘅上半場。咁啊都正路嘅嚇，咁啊2分鐘着兩啦，因為即係魚腩嗰下就即係停得係比較耐少少。因為始終有流血啦，比較弱嘅嚇。喂點啊？哇！今日友誼賽都唔係好友誼啫喎，原來。
口角事件都3番4次發生㗎啦，就一個上半場啫。咁就彭迪即刻揼翻轉頭先啦。我諗佢都唔敢啦嚇。睇睇啦，禁區頂亦都有個魚子南等緊。其他紅衫堆殺去嘅7個紅衫嘅小禁區入邊，直接拉埋去都係，哇！呢球唔似中框，咁即係上半場最清閒嘅球員方面呢，就係門將。好啦，咁下半場都就啱啱展開咗噶啦，一場國際足球友誼賽事啊嚇，熒光幕呢就又攻咗紅色波衫，主場之利嘅中國香港足球代表隊。咁所以藍色波衫熒光幕左攻又係作客嘅尼泊爾嘅，繼續都係劉信文同埋李劍都係配合唔到，冇事冇事。都有啲誤會啊，叫拉肯林堡同埋丹治之間有啲誤會。好啦，呢邊就吳宇希嘗試下而家以1敵2啊，但係俾對方擊甩咗，仲有機會攞得翻喎。推咗底線，早嘅出嘅時間亦都係俾點啊！人如其名，真係一個謙謙君子嚟嘅，本身係好謙虛嘅個人嘅。舉高2隻手，呢邊諗住現身。好，都係高波，繼續扯遠處 set 到埋嚟啊 ！set 唔得。古龍加埋卡奇入嚟啊！拉肯林咁啊，即係做學生嘅時間就乜嘢都玩㗎嘛，係咪先啊？係啊，好啦，呢邊成多人堆晒正中間位置先啦。應該啲藍衫做有啲攝頭柱，有啲係散遠處㗎啦。扯埋頭柱位置冇問題。好，去到嘛，魚子南爆佢啦，得翻停先。哎呀，後面又多個藍衫度先啊！冇計啊！一個3人防守情況之下就好難過得到嘅，真係嚇。咁啊有包抄有剩，我估唔到尼泊爾底線位置添喎。準備處理叉晒腰咧，就文尼拉馬啦。要稍微等啲醫護人員出晒場邊先開得啦！呢球啊，當然啊，國球準備開出，都係右腳內彎波。頭先試過玩頭柱，今次係咪都係玩頭柱咧？睇睇咯喎，兩步錯都係頭柱位置，揈到埋嚟自卡奇，好射，亦都有潘佩軒添啦，都壓晒穩啊！啲名字，喂呀，撞到埋去，去唔去到？嚟自咧就徐雲傑，頭錘再 set 翻橫先，呢邊心口照翻落位嚟自咧就孫銘謙嘅。呢個波就唔好夾硬鬥落去啦，啱嘅，即係回翻後㗎，再組織過好過。但係快少少啊！呢下祖利路對方撲埋嚟好快，但係你見佢就真係喺咁細嘅空間範圍裏邊咧，能夠可以做到呢啲咁嘅動作啊！係醒嘅呢啲波，即係扭波方面好好睇，吳宇希真。但係真係會有一日真係成一個頂級球星。余子立話 ：OK， 收到。哎呀！都係俾對面頂到先啊！咁呢係咪回傳咧？咁啊都唔緊要啦，因為最後賽事都完結啦嚇。係咪蓄意回傳都唔緊要啦。咁已經係賽事完畢咗，保持7分鐘鬆些少。呢場國際足球友誼賽事，中國香港足球代表隊0-0啊，同作嘅尼泊爾握手言和。